花莲警方伫初八暗时伫巡逻时，伫月尾部落看到有一个阿婴仔掉伫车内，爸母无锁匙附近嘛无人会当开锁。警方甲家属最后是决定讲，甲窗仔拍互破，赶紧甲阿婴仔救出来。社会出卖来调查讲，这对爸母敢有疏失？伫初八暗时，花莲县分局外排派出所员警巡逻时阵发现，部落一户徛家门口口有真侪人围伫一台小轿车边啊，向前查看发现有一个查甫婴受困车内，因为无备用锁匙，员警就破窗将囡仔救出来。此举已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1条第3项规定，须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罚款，并施以4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。家属强调，毋是将囡仔故意留伫车内，是出外买物件，倒来了后，先将买物件搬转厝内，才会抱囡仔入去。是不到这时阵断匙锁匙，才造成反锁。对来面临警方罚单，恐惊爱牵涉相关的小法令。儿少权法第99条，裁罚金额大概就是5000以上，15000元以下，然后另外还要责成4小时到的一些亲子教育。警方基金会表示，伫美国平均每年有34个15岁以下囡仔因为反锁车内造成死亡，台湾100年到110年相关案例也增加4倍。这危害其实拢是家长无细致地数。即便你认为我下车一下下子就没有关系吗？事实上，在日本的研究里边，在一个室外温度22度，那车内可能就47度。关府社会处强调会主动调查，也请家长注意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请都应该带囡仔斗阵离开，若无发生危险是无法度挽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